玉美老师又要带本大家当特别看到玉美老师做有强氧无强氧的方式，好强氧的效果。接下来呢，玉美老师要带本大家一样的。睡到半夜可以频尿啦，哈，尿失禁啦，哈，一样的加强那个腔底肌，做那肛门括约肌，个那阴道哈，尤其妇人家哈，讲过生人呢，头摆人要讲4、5台、5、6台讲动多，趁我妈妈就讲起来。倒牙掉落去是2个、3个是动了不起的。不过呢，因为有特征眼睛的问题。好，各位什么人有子宫卵巢的问题，故说下半身都容易松弛，会造成很多频尿的问题呀，哈，睡到半夜风雨给下练，好，你们睡眠不好啊，好，各位出门啊，去旅行啊，特别人讲句话讲的，上车睡觉，下车尿尿，好，这些排尿啊、膀胱啊、泌尿系统，迄太个动态的问题。故说，玉美老师也哈用瑜伽当中哈动好的个安尼方式，很多桥式，是他们腿位用的哈，然后那个野味臀部哈抬起来。各位呢，玉美老师会有给安尼瑜伽砖，好，各位瑜伽带，好，然后帮助大家好做安尼完成安尼动作，帮助你练习腔底肌，好，下面肛门括约肌，好，下盘的肌肉紧实，好，活化嘅细胞够有弹性，好，今下来了，乡亲朋友，今下哈也个动作哈，水等做哈，也效果较好，好，同样慢慢的哈，同样躺下来的时候要小心哦哈，要小心，好，慢慢的躺下来，好，莫贴枕头啊哈，乡亲朋友莫贴枕头啊，贴枕头会发现也个僵紧哈，会有危险，会不舒服，会受伤。好，你先按你放起来看，身体有脏嘛，有啥人会按你睡歪歪，也是睡歪歪。好，你看这个身体有脏嘛，好睡脏去，好慢慢的头拿下巴扣起来，好，头拿按呢。睡张来，好，脚弯曲，脚弯起来。咱的命，看命迄度也脚长紧嘛。好，可以翻也个脚趾头，个脚踝呢，要成一直线。好，安尼，同样安尼，好，也竖边都呀，好，好也动作很多桥式哈，张口是个哈，某瑜伽砖天数，咩唔怕，你就同样也竖，轻体来的力量。好，慢慢的尾骶骨往内收，好，慢慢的吸气，同样按呢，慢慢的放起来，好，慢慢的放起来哦，慢慢的放起来，好，按呢，竖往下推地的力量哈，马上臀部往上抬，好，有一个重点就是你竖同样要扩胸，好，背扣，背拢要夹起来，好，不用了呀。乡亲朋友讲，老师啊，总要都按你听听呢，哪唔放起来呢？安尼呢，玉美老师会用瑜伽砖帮我们天数哈，呀瑜伽砖不用了呀，看到了哈，呀瑜伽砖好放起来，不用多呀，不用呀个尾椎骨呀，好不用多呀，好让我们天数多呀，好贴定。安尼作用呢，就是要老人个安尼骨盘哈，也个平常安尼没睡脏脏。好，按你动作之后，按你骨盘可以往上抬，反地心引力的动作。好，你们地心引力的管它没，就会往下沉，往下沉。你就摇下瑜伽砖，不用的呀，天数呀。好，慢慢的，哎呀，放轻松，胸扩开哦，扩胸。好，做对的发很舒坦的胸用的呀。好，你刚思考，你当你做有进步了哦。好，那他狗的喂。好，越来越高，好，慢慢的吸气。看到玉美老师刚才按呢，也还要按呢。好，又较高了，距离又较高了，不用了呀。好，不用呀，不用轻松。好，慢慢的吸气。也对野味啦，对人的下盘啊，对人泌尿系统啊，对人频尿非常非常的好。看到哈，
要重点的迄肩头啊，不用起来，好，过后呢，你要肛门括约肌，慢慢的缩，吸气，吐气的时候哈，你个腔底肌要安尼，才会受气有无哈？偏受气去哈，往腰我一般要安尼切行起来，安尼收缩的作用，好，这练内功的意思啦。好，你做对呀，你开始讲，有进步了哦，挺多了。好，慢慢的吸气。然后玉美老师做瑜伽做按灸的吼，本太敢看，你还可以在这边做瑜伽做得美美的。好，慢慢停留，吐气，不用多了。好，吸气。唔好讲，乡亲朋友唔好讲，老师你做瑜伽能做按更难呢？好，玉美老师说，好，示范一下，你们可以按呢。好，让人气血够回流，强化人个肛门括约肌，多了。好，慢慢的吐气。好，慢慢的不用强松。好了，也问题来了，也有的呀，也有天数错嘛，也美老师唔可以用呀天数哦。好，拿开，还可以保持多按呢。对呀，停留。好，假使你冇瑜伽砖呢，你就停，冇办法停按灸。好，因为老师个教喏，舒张。好，舒张，一咻，舒张，一咻，停多呀，有看到吗？好，停多呀，慢慢的吸气，慢慢的吐气。好，因为老师做按灸的哦，还有个加强的哦哈，从肩到都难呢，都加强的，好也加强哦。好，也系玉美老师上老人讲加强的吐气。也较难哦哈，不过呢，你家是做机会也很多尖立式，好，慢慢的转来，好，慢慢的转来，同样哦，好，慢慢的吐气，好，不用强松，很前面有，你做动灸以后，好吐气，不要强松。好，也都是啊，全部都收的，也下人个泌尿系统啊，都是全部收，动舒服，就唔想停通诶。好，你就可以都要休息啊，都要放松。我说瑜伽哈，真的很棒。好，佢要同简单呢，哈，都较难呢。好，假使讲你讲老师，我个脚啊冇力，我又师傅又看唔放起来，好，我又冇办法做一只动作，按样呢有嘛方法？好，因为老师教哪一个你可以用瑜伽带啦，某做弹力带啦，哈，某做跟蚂蚁嘞用索的咩做的？好，最后有安尼弹性的安尼索的哈，不用到压脚趾头呀，不用到压脚趾头呀，好，安尼绕着它，好绕好，不用到呀，好，那你练习。好，慢慢的吸气的时候，打开了，用练习两个大腿内收肌的力量，好，然后给撑开，好，并起来，好，撑开，好，并起来，该多哈，打开了，停多呀，好，慢慢的吐气，接按呢，同样按的练，好，你可以练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很酸软哦。不过按呢，你就可以配合呼吸，吐气也哈，两个肛门括约肌，两个腔底肌，腔底就是骨盆腔的腔，哈，底就是底部的底。带下来带，好，然后给按你缩放，好，那你慢慢的你就个活化给个细胞，强化给肌肉的弹性。你两个肌肉，下部的肌肉有弹性的话，你就做，你想要往腰去，你可以控制哈，唔可以讲松的嘛，也腔底肌，也个肛门括约肌下部松的，你就冇办法扩。好，还有一个方法不，
假使讲冇呀嘅家下咩有瑜伽砖咩哈，你瑜伽砖咩腔样可以夹到呀，好，啲下夹很，啲下瑜伽砖啲下夹很，好，你腔样安尼用力，好夹好来，吸气，放起来，放起来，放起个哈，你听听咧，你讲老师我冇力咯，我嘅腰诶哈，样冇唔怕，你有做几多，效果就有几多，你就听到呀，安尼咩腔样有效果哦，好一滴滴咧。好，安尼没有效果哦，好，慢慢上来，好，慢慢上来。你看到哈，1、2、3、4，好，你对下去人个数很佢嘅同样，还觉得咧，好夹起来。因为你喺讲下背嘅肌肉冇用力哦，你冇用力，喺咩做呢？就会掉下来。你假使係嘅安尼肌肉有用力，你有呢個東西，好，本幫助你安尼夾定的時候有啊，幫助夾定的時候，你就會訓練，喺冇人做冇用力咩唔對，好，慢慢的吐氣，不用下來，好，不用強鬆，好，深呼吸，好，放起來去啊，記得咁樣安尼哈，都側邊放起來，一鳴老師特別做示範動作哈，本相信朋友看嘢哈，就當盡心盡力做到當成嘛。嗰陣放起來就跳睇戲，哈，鄉親朋友一個動作唔會難攞去做，哈，你當你做存一啲的錢，健康的錢，投資自己，哈，健健康康哈，活得生命很有價值，好，你下今日運動。知道要記得專業練哦，安子說。